用我黑绿茶听错有个点心嘛？客家嘅米肠用如何用炒嘅咧？哇！係乜嘅神奇嘅聲音？我本大家想都想唔到，喊做你食到點樣啊？很幸福哦！根本因為在大家認識客家嘅炒米腸，用炒嘅米腸又會用乜嘅口好年啲咯？當上嘅啲好，點心時間到了。而那係老腳啊，是客家文化嘅特色。根本呢個事件就到陶妍妍嘅三門貴中嚟做人客。將來考究嘅佢，根本呢要為大半同學嘛嘅好東西呢？哇，你同學愛我，愛唱愛啊！哇，安子些哦，哇，安好。你到底客家人嘅屋卡有人下來嘅時節，會唱人下是乜嘅東西？糍粑，還有咧，有乜嘅東西？紅飯哦，菜包湯都唔要咧。那你茶咧，有乜嘅茶？綠茶，哦，那你到底綠茶底都有乜嘅東西嘛？芝麻，還有乜嘅？花生，綠茶，還有杏仁，哦，還有乜嘅？還有那個白白的，甜甜的，一粒一粒的，小小的，香啊，是不是那种放在機器裡面攪一攪？你講的係爆米香，搞到綠茶底度的係炒米香，那你到底炒米香有蠻多？用錯誒，啊！我就跟你說炒米香啊，那是炒的啊，知道嗎？那你到底爆米香跟炒米香有乜嘅冇共用嘛？唔唔哦，唔怕。那你就落去請炒米香的答案，看他怎麼做炒米香來好嗎？好。講到客人款待貴賓嘅產品，第一隻本人想到嘅啊，就係擂茶。如果香酥擂茶有一隻聽錯有個好東西哦，解就係米腸。老平常時看到嘅煲米腸冇同樣，因客人嘅米腸啊，竟然係用炒嘅呢。米腸用炒嘅咯，亞地度又用乜嘅特別嘅蔬菜呢？根本呢，因就來訪問一個炒米腸嘅專家，聽下來了解炒米腸嘅故事哦。你阿米當做個條工人、客家人做個拿來唱人客嘅個點心甜點。炒米腸嘅米就會按平常時食出嘅冷飯，用到冰箱底度冰2-3日過後，就會找水，拿出來用水洗過，再過落飯上拿去曬。天時係好嘅時節啦，它又會曬1日；天時係冇好，該就會2日了。炒米腸嘅時節，我先落鍋嘅底度嘅鹽炒熟，再過落洗澡嘅一堆冷飯冰落去炒。當家做得了起來了。湯臣先生講啊，條白干人因為生活較苦，故所佢哋係用曬來退鹽嘅哦。曬下來就會留鹽起鐵，炒好嘅米腸留佢上色看啊！哇，係咪會做到動態咧？你哋啊，留米那個留飯條、米，還有乾米皮倒落去，再個留煮好嘅烏糖水倒落去，煮做黏糊劑，夾落去滷滷啊！啥的用到木嘅啲都去甜甜，等佢變硬過後，就做得落去切咗一堆堆了。嘿，香噴噴嘅炒米腸就做得上咗了。炒米腸唔單將代表客人嘻哈嘅文化，嚟表現客人慶祝家嘅精神哦。也看起來冇乜嘅特別嘅點心嘛，唔單將好食，咩文化傳承嘅重要角色咯。诗锦姐姐腔语就是又香又好吃嘅爆米香，還有炒米香。有冇意我啊？開始之前，我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家哦。炒米香還有爆米香有乜個冇共用嘛？米的大小不一樣。哦，呀哈太啊，大家有看到炒米香是用什麼去做的？熟米。那爆米香呢？生米。生米好。
刚刚我们说外观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材料也不一样，什么？还有一个不一样哦，器材也不一样。器材不一样。炒米香是用什么器材？用锅子炒。那爆米香呢？用那个锯豆子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用炒的跟用那个压力箱去爆的体积会差这么多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压力锅里面的时候，压力很大，可是当锅子一打开的时候，它压力变小，体积就膨胀变大啦。哦，很聪明哦。那炒米香为什么会这么小一颗呢？因为它原本已经熟啦。还有嘞，所以就不能再变大了。哇，太哥真灵动腔呢！来，生，不要客气，来，哇，慢慢生啊。哦，是溜。不是个东西做同样面头前，大家都看到可有用的哟。不过有没有唔是做就好食嘅呢？是的呀，3点就来研究炒米肠 MD 嘅口红原理哦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比好吃的料理更有意义的实验。教授，你准备好多材料哦。那我们还可不可以就是爆绿豆香啊、红豆香？最好是试一试看。嘛该呀，绿豆味加红豆味做会做么？连包薯也没拿来用哦。不过冷饭炒过后，我变做当好食嘅炒米肠，加红豆味、绿豆味，该用办法做会做么啊？第二个问题。就搞本充满声音真实嘅同學了。好香！教授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吃爆米花，还有绿豆香跟红豆香，对不对？试试看。不要中标的，好紧张哦！中标了。哎呦，刚还没跳完出去的啦。不過做題包熟啊，大家沒有記得看那綠豆味、紅豆味要裝起來冇哦。詳細看啊，從冇乜嘅變化呢。教授，那為什麼紅豆跟綠豆都沒有什麼變化，只是變深而已？玉米紅豆、綠豆都是種子不過只有玉米呢會爆出來，紅豆跟綠豆都不會這跟它們的成分有關啦。要爆的是要有條件，要密閉。密閉的，所以裡頭的氣體因為溫度脹大呢，這樣才會讓它爆出來。哦，原來紅豆味、綠豆味唔會裝起來嘅關鍵，就同佢哋嘅好嘅。炒嘅時間，冚讓高溫下逼開來咧。姑嫂啊，你都嘅小氣，同炒嘅過程地都路流長長咧，也就唔會裝起來咯。教授，我還有看到其他的材料哎。對。這個是什麼啊？這是已經熟的米飯。熟的米飯，然後曬乾的。炒米香是要用熟的，我們等一下可以比比看，跟生的米呢是有什麼不一樣？生的跟熟的，同學就是我們剛剛吃的什麼？爆米香、炒米香、爆米香跟炒米香，對不對？生米跟熟。老師，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做看，他們兩個的差別了嗎？是，我們會有做。還有一顆爆米花。是啊，怎麼可以當我面吃呢沙丁，會落生米落冷飯，換作兩碗同時炒。大家來看啊，除咗冷飯之外，生米輕輕地會炒出香香嘅效果哦。好，現在我們比較一下那個生米跟熟米呢。生米第一個你看起來呢體積都比較小，熟米呢就比較脹得比較大。那為什麼熟米呢它會脹大呢？是因為熟米呢它已經煮熟的，它裡頭的空氣呢碰到熱，那麼就膨脹。那因為是熟米呢，所以它的表面呢都已經糊化了，所以它不會裂開那在生米呢這一邊呢，它是含空氣量比較少。那炒的時候呢，表面很快就硬化起來，所以它不會脹大。大家努力，攞冷飯變到鑊嘅去炒，咁冇幾久就會狀態咧。唔過到底會變幾態呢？冇問題，大家做啲圖冇下次看啦。先攞籠罩嘅冷飯，拿100cc嘅料，
将伊两边滴倒去，再个照定炒米肠嘅方法来做，炒出来嘅结果大家睇看啦。结果多大嘿？锵锵锵锵！从100cc 变成170cc 耶！想用快速动显明咧，差唔多会太一批哦。陆地上面冇办法炒米肠，冷饭当做的，该米肠总起来嘅原因系嘛嘅呢？再找个冷饭，含多少有空气流水分，炒嘅时间，饭上滴到嘅空气就会涨起来，老饭上敞开。压嘅时间啦，饭上滴到嘅水分就会变做小气，饭上就会变做寒压态，有嘅就会瘪开了哟。教授，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这是焦掉了嘛？对不对？对，焦掉黑了。为什么这黑了上面都会粘盐巴？黑的这些呢是焦掉了，焦掉了以后呢变成碳，碳呢吸附力很强，所以它就会把盐巴吸附住。焦掉的这边呢都有白白的盐巴在。老师，那盐啊用来炒米香是用来调味用的，是不是？我完全不是，它有更重要的功用。盐有马个特别嘅喏，唔就会拿来调米听听咩？盐咪盐，到底有马个盐啲嘅秘密喏？那么我们来试试看，那个不加盐巴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那我们一样用熟米就给它放进去。那我们就看看，赶快！冒烟了，冒烟了！冒烟了，都烧焦了。哇，好快哦，烧焦了。一下就出火来了啦！冇加盐用个检查很多呢。不过盐嘅功用，咁就会防止饭上出火来呀。所以同学想想看。炒米香的时候，里面加盐巴的功能是什么？这样可以让它锅子不要沾到，不要粘到那锅子上烧焦的样子。不粘锅含有嘞，让它可以长得很漂亮。哦，长得很漂亮，这个意思是说可以瘦身体。刚才有同学讲说呢，用盐巴的功用之一呢，妙用之一是吃的米不会贴在锅里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试看。我这里把米放在底下，那盐巴是在顶上，那我就把它搅一搅。哦，同学，你们猜猜看，教授搅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在上面，你在上面，盐坐电梯下去了。哦，错，是米不见了。奇怪，明明出来盐冰头蛋糕，不过身上拉拉，盐就跌下来嘞。那盐铁中，也系米铁松紧啊，怎么喺身上点解变魔术啦？那你有没有看清楚盐巴是怎么下去的？沿着米跟米的缝隙慢慢下流。那也许是有同学会怀疑说呢，因为是盐巴比较重，所以就沉下去，那比较轻的米就浮上来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用同样材质的，好，我这里有。呢度证明盐系变魔术，身上有准备用材质嘅声音。下摆我帮同学清楚吃过啦。老太嘅玻璃龙球用到下杯，第个老师嘅玻璃龙球用到蛋糕，留佢拉拉，结果会用嘅咯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什么球球和上你这个要放到底下去了，最底下对，最底下。小宝用球球跑到下面了。小的跑到最上面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虽然讲随着球用，世界玻璃龙球也系沉到下杯去。呢度7等研究，3等就嚟进行等级3嘅挑战了。用无用材质，含从检查动到嘅 BB 弹捞凝住嘅，你度看下从嘅凝住嘅，上落去头蛋糕，也系头下杯咧。同学们，我们现在是来用那不同的物质，很明显的那个弹珠呢，比这个 BB 弹要重得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重的呢，请同学把它倒下去，然后再倒 BB 弹。好，
那要请谁呢？是哪位同学呢？我们现在就来抽签。第一位同学，哦，阿诺是谁啊？谁？有。哦，这是你啦，好，拿着，这是你的签。下一位同学，子莹啊，哦，子莹是谁？哦，是你好。哇，有暗腔无啊？司机啊，我记得头起是无啥名哦，还做个像正经样诶。我讲正经的啦，那是当面真的个做事业务，日日早点搞下个顺序，是老娘做诶，再过来比比还飙落去，落去拉拉，诶，结果还穷用诶。弹珠呢，虽然比那个 BB 弹也是重了很多，可是它还是在上面。这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每一样物质都有它的重量。那 BB 弹比较小，它找弹珠与弹珠之间的空隙，尤其是我们搅拌的时候呢，都一定会有空隙嘛，所以它就往下一直钻下去。我们可以说 BB 弹是钻洞沉下去的。哦，所以教授这个同学就说对了，就是说盐巴是从米的缝隙中掉下去的。对对。你好聪明哦，那个。我可以去买乐透了。连年珠都照上来耶，亚洲做得证明，羊头炒米肠跟世界嘅共用哦。不过除咗羊之外，是其他嘅蔬菜做得推磨啊。看哦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呢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？糖啊，糖，诶。那糖炒栗子，它不是用沙子吗？那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糖跟沙子啊，哦，老师，那这两个可以用吗？最好是试试看。哦，同学，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同学们，那么我们现在来试试看那个糖与沙，用沙，好，用糖。我用沙。同学，你们猜猜看，它们的变化会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有什么差别？糖应该会粘锅吧？糖应该会融水，糖会再融化，糖浆会变糖浆。同學講錯咧，糖當叫做用鐵了。不過睇家啲真正嘅原因冇啊，唔知了解，而先就看到沙的效果了。所以糖失敗。接下來看沙，哎，看有沒有人壓沙的啊？變化呢？哇，開始爆了！爆了！同學還記不記得我們看的 VCR 裡面，達人說之前就是用什麼來炒米香的啊？沙子，對不對？看炒出來就是這個樣子哦。好了，那你就會把沙濾掉。有沒有人要吃米香的？好香哦！那個能吃嗎？可以，當然。呀個實驗不原地啊，愛推鹽發揮均一嘅效果，除咗提起世界原因，還有奶小嘅長度愛過長做得咯。唔過啊，可能因呢啲炒米腸到均一嘅發揮，父母老都按樣出結束了。但係嗱，行外半大家可以集均一嘅勁爆版哦。講到冇啊？到呀個時間就抵，重頭戲又要來了。哇，教授，這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？你想想看，我們有這麼多的食料，還有一個油鍋在這裡。哇，又有好吃的可以吃了。哇，教授，我們要先吃什麼嘞？我們從那個熟米先開始，我們就拿一點。我們這先拿一點看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這看一看是這樣。它有氣泡，我說。泡泡。哎，你看嘛，好可愛呀，白色的。哦。好，就這樣。哇，教授，這個炸的速度好快哦。對，因為是那個油呢，是溫度我們已經加熱好了。那下一個我們就要用那個生米看看。生米，同學猜猜看，生米會怎麼樣？也是爆開。也爆開啊！很快就爆開。好，實驗不做不知道，所以我們要做一做哈。不過那不知道的實驗你要做的是要注意安全的，安全東西呢你才可以試試看。會有危險東西不要試試看哈。好，
我们就放米放上去，放一点哦，这跟熟米不一样哦。第一次对小泡饭，跟刚才第一个不一样。哇，没想到用泡嘅方法很强诶，连米都有变化咧。大家看啊，泡好嘅米一粒一粒装起来了呢，还哔哔哔哔响诶。同学，生米跟熟米都炸出来了，你们觉得油有什么特性？比较漂亮吧，温度可以升比较高，它的沸点更高，比较不会烤焦，有比不会焦，又比食用用，温度可以升更高。还有吗？该产热快。这里头加热比较容易均匀，因为它会对流啊，是这个对流，所以那个我们去加热的时候呢，它会均热是比较容易。泡米肠发吐主要是均一嘅专业应用，用油嘅包覆力，本大粒米嘅平均顺热嘅效果还那强。阿娘大家有了解冇啊？按美哦啊！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拿来炸哦，爆米花！来，一人爆一，来，一人爆一点，快点快点，速这么快，快点！哇，太多了吧！哇，同學咪踢點講你啦，泡很多嘅米腸係真件事嚟睇下。唔過看大家也去爭泡好嘅米腸，以後沙地以後是聽說當電影哦。根本而家泡好白兔，但大家認識客家嘅炒米腸，每套傳統嘅文化地圖 ，TV 度看起來可能當時嘅事情地圖，實有太大嘅好門咯。原本嘅聲音，就係同大家傾下了解權益嘅應用，還能希望用一條法圖，本大家對生活充滿自己嘅熱情咯。要大家高口喝，就蹦的那种东西，还没开始，有点 over。不要还有徒手去抓。多长啊？多长？